错放咱心爱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唔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兄弟在几行茶，最暖满意。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铁闸门风在高涨海的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抢等错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同样的路，一群小学生闲闲听书，铁站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银色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世界色亮满心，春天不差点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母子，用最自然的方式。阿莹啊，咪讲嘅衫褲哦，應該唱啊，show 一下。伸頭是一道，縮頭也是一道，歡歡喜喜買衫褲，歡歡喜喜去相親。事情无咁简单啦。菲友啊，啊，唔靠尾買衫褲，冇水較好啊。就老阿莹嘅哦，聽看一下。好，我知。拿去。唔啦哦，轉來再講。好啊。好啊。我去拜工课，无使出去了了的，会感冒发炎。来每天白痴到去买衫裤，按摩放弃。唉。唔管啦，今日再较细个，再较老的，困较倒会甲鬼惊死。哈？我用嘅老弟吓死啊！再较细个，再较老的，困较倒呢。哦，牙医师兄喺講，做到火辣辣。嚟上一下哦。有嘞，来送回来看到个安静的皮肤，开叉都要。那你真的完全展现你的魅力啊！好，过来嘞。大个子的娃娃配上长筒靴，啊，你够狂野哦！好好啊，不过也唔好正经呢。唔免做唔正经。然後講，我找個低胸緊身衣，做個樣，鬼上肚子叫出來。啊，你誰來看到我？我叫你啦！不過我球咪當我切唔拉呢。唔是上暗道，頭家娘咩講，做啲鬼去攞佢包裝下。好啊，哈，啊！踩起條 B 幫嘅我，我做到樣件啊！然看到個噴火，我唔係以為同佢講錢錢。係啦，做到安樣哦，佢死來看到啊，就會講到走踢啦。講人哋講付錢就錢啊！啲南面人看到人哋做到安樣件啊，冇傾過來啊，條南生笨當啊，我真係。嚇！佢死來唔係就終於佢端莊嘅死模下。人哋去死來，係你捱去死來啊！啲南面人地圖啊，都咩嘛㗎？我唔知。啊，安德娘子。哎呦，有冇問題啊？我捱就錯嘅啦，啊！
吼，阿严叔啊，你想睇明白嘅啊？你大白想嘅辦法咯，冇一擺會成功嘅啦。你講嘅一錯喎。嘿，愛愛老師前啊，未必成功，還是唔敢保證。但係咧，愛愛老師前，咩都見濃澎湃，記住我嘅專長咧。呀，做咩阿嚴叔千杯啦？阿月阿叔啊，迄个拢甲我调上去嘛。哎，唐定啦，相親愛比相到計算真簡單。首先呢，人嘅行為啊，一切都變到無證無錯，安樣都好呀。阿弟，做一本嘅電影啦，係冇？錯，要飛總有個先來後到嘅，係冇？對方嘅先到唔慢到呢，你死都冇人去飛死你，個馬路上審查啦、排泄啦，啊，下擺唔好嘅，啊，我腳一副暫地，安樣都好。啊，太簡單啦。不過，幾若卡面來咧？慢慢來。這都面粗粗嘅就好呀。哎，阿嚴叔係按用冇？走，來，姨呢？來，留個阿朋友學一下，佢面粗粗嘅樣嘅。哦。咩？樣係搶人家嘅，當無水包無紙陣樣係咩？呀，冇面我較急啲啊！招強啊！再講啊！啊，差唔多啦！哎呦，招難嘅呢？係啦，佢天天嚟學啦嗬。接下來呢，千厲害做嘅開門天機法係咪嘅？慶賀。咩那門好？阿弟，娘沒好嘛？招牌嘅。希望係放過還早啲咯，也唔錯。唔錯。好，出隻啦，門200嘢，有呢度，幾多錢？按招錢呢？哇，阿嚴叔啊，連真見到強呢。強係對好貴咧，少來唔係咁易講，200嘢兩呢度。迄講佢量100嘢10萬的人嚟吧，你就開始咯，你都叫到嘅啊，3萬多點咯，點啊？好，有談咧啊，嚟示範一下。比如講，跟對方講，唔好講呢度錢啦，佢講我一件嘢2萬，咁樣。讓我笑出來啦！ 9萬5呢？你啥題唔會翻譯啊？我沒事，阿飛用做一道來看，看到啦？嘿呐，不屑，點啊？用點啊？阿嚴叔啊，迄講佢寫來講叫10萬哦。10萬哦？佢做唱嘅我叫嘅，看到佢太骨頭樣嘅哦，合棍哦。四座企到幾張學，談詩呢都全部印照那種，就到那個面吼下等唱嘅愛好淺什麼使用嘅，愛啲啊！鼠標下來，來，1、2、3，走。好，我今年的唱叫佢看到佢點樣啦？哎呦，唔係安樣啦！你看到錢，我做地都全就係錢。你想點講？做得買當到衫褲啊，給留給百貨公司啊，化妝品店買呀，點啊？嘿，迄按用冇？差唔多樣樣。哎呦，會語很虧啦，我攏冇曉。你說對咯。愛哦。好啦，唔可以用啊！哎呦哎呦！拜託啦，敢若迄袂使甲我印掉上去啊！哎呦，唔會本人印出來嘿？唔會啊，迄功夫超好，大家跟住讓我出來啦！拜託啦！乃是講阿妹弟。唔會啦，迄馬
袂伫，唔会落啦。你安用哦？拜托啦！哟，哎呦，拜托，拜托啦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好啦好啦，耶！哒啦，李嘉欣。可以，我一行，可以呢。哦。哎呦，唔好因台行来行去啊，行到我头脑昏昏的。我无应该行过开的啦，哪会家己跟真无正经，娘子。迄传糖呢，人按度应该唔会用的啦。哎呀，小哥讲的无错啊，娘求妹妹出来，唔是少啦。讲阿妈真累，我袂把心呢。系骨发系我爱报案啊！报案？哎呦，那种事情你唔会报案啦。哎呀，听到就拍稿来暂听听啊。啊，是真严重啊！哪会家己计一共满意讲，满意讲，介上介扣比一摆啊呢？开嘛要摆啊啦，无提错几无下手，大家做死！哎呦！我买吉他。干嘛噶？到时候我就可能会无家可归，浪迹天涯。总要有一把吉他可以弹唱，赚一点钱吧。我去毛钱堂学破的啦。你会弹吉他哦？我不会弹吉他，也不会谈恋爱。爱烦呀啦，我行无路，都是母亲的酒狠的，搁酒药的。只能把火柴拿出来，一支搁一支的点，才不会坏。阿嬷，他买来，他来将来啊！水莹啊，好啦，无嘛事情啊，迄种唔得记记咧，现在去水高木就好诶啦，哈。真嘅哦。嘿呐。哇，好在哈。不用，杨姐，嘿，做人啊，有毛有孙毛啊，相亲啊。杨姐阿妹啊，讲营养的嘿，要讲神，佢动挑的看唔出来啊。这牛排丁丁，那要吃乱挑嘛？咩牛排，迄相亲嘅对象。冇生，其他下药的啊，有数了。哎呦，唔系，佢细阿哥，帅，古巴强上又有力，战胜国泰有才艺，帅！咩啊？佢咩当包咧？样有按到优点啊？有钱总唔得有优点咯。啊，杨姐，样子唔对哦，那咩人咩？佢迄包啦吼，唔咩嫖住迄赌。啊，酒色财气，那样唔会。冇，一哄子冇。啊，寒冬有好。啊咋？你下做抢了，嗰啲抢系好上啊，抢冇这有样。你俩你唔识？我每次都系按用啊，不过佢就系啊，唉，我是铁做假咧。就算俩忙干咩，当快请动你。讲嘛该啊，那年哦，我保养一下，我是唔会输洗牙子啊。唔讲啊，奶茶。
真的要讲出上感谢。嘴哦！哎，不用，来，俺也是问哈。啊？你去相亲有被看出来你假的冇？全部啊？哦，你拿相片出来对啊？有啊。佢讲哦，我本年比相片更较强啦。有人讲哦，我头发太丑诶，也还看起来嘟好。少跟人讲啊，肥肉啊，係有肉啊，係大家都搶得愛記，愛看哦，有幾肥。哎呦，頭家娘，我哋真見面，佢都喊我講叫佢同我啊。等下，因為啊，那邊度咧？阿飛妞沒有去留個相親派台。我看到家年，仲唔記得咧？你係睇嘅阿水人嘅去相親嘅哦，人家中意係阿水人嘅哦，唔係你哦。我係想嘅去家人，多樣是係你去家，幾當然係你阿水嘅去家，其實。當然係我啊，我老記已經有感情基礎嘅呢。啊，像是一傳飯店店。含你們隔壁。今日有乜嘅啊？還有去遊樂園，他嫁出來給送本來誒。係，還帶真機上來啊！嘛嘅真機啊，自家用嘅啊。哎呦，多樣是阿水爺提供啊！吼，你養啥人啊？相親相都是歡歡喜喜，又帶個戰利品上來，你想，唔敢乜樣想誒？係啊，佢多樣是人家真係走去阿水爺家屋企講錢，你都養個啥？養個啥？對方喊廖天花，講愛聯絡嘅。哈哈，佢死咗冇聯絡。係啊，聯絡下去哦，會冇日冇夜。你都係冇錢啊！我都落去天牌見面，你都落去抽屜。哎呦，阿飛妞，還想得位呐？讓我講，你就做唔得，千萬做唔得，哪裡行出錯嘅？係啊，用安尼。以後養個啥？非要一槍，真經正義嘅細下哥誒。哎呦，叫做獻技啊！做得獻技，家水人去相親，種得獻技家人啊，係冇？哎呦，安太在用，做你買幾多錢啊？真多，認真。來去，哎呀！哎呦，冇安呢，了愛靠緣分。我沒知道我老記當有緣啊，佢到時來你要暗號。捱咩啲？我根本係迄個人哦，按到水意，做唔得應嫁下去啊！本人啲哦，哎呀，就發財咧。條家娘，俺做對老記做朋友麼？知道唔好啦。做網友做得麼？咩唔好啊？一天哦，凊彩傾一下，唔該注重八胎哦，就查出來嘅。唔該名嘅啊，唔記多些啊，記狗啊，記蟲啊，種下就啲嘅啊。記蟲咩啲啊？哦，你做唔得，做唔得。根本你個老記講體重嘅時間，我少講5公斤。少5公斤哦？體內啊，看唔出來啊？做得呀，老呀，係呀。迄講哦，像啲呀，
就好了。好干哦，我已经冻干苦的啦。嘿啦，你用的讲哦，就莫再个联络的。为什么简单？早不是都一阵来中医个谁来？还冇开始做个数的，我说我可不用提了。好佳在差无乜大事情，迄唔对哦，爱98成迄要顶北困的呢。哎，那男生长什么样子啊？啊，普普通通。哎，总该有个样子吧？有没有像哪一型啊？像梁朝伟。梁朝伟。梁朝伟。真的假的？哎，那应该很帅吧？他是说身高像梁朝伟。对，那还不高嘛？不会，你说人家不高，你自己多高啊？喂，我是美容业啦，请问你哪位啊？小朋友，你几啥年哦？当车哎。当车？当车啊，当车。Q 咪，怎么没有接就挂啦？诈骗电话。哎呀，早上就打好几通过来了，烦死了。小米，你要小心哦！我卫生所也接过好几通哦，那些人哦真的很缺德哎，说我扣款有问题，叫我再去汇款哦，根本就是想要骗我的钱呐！比较单纯的人很容易就受骗的。那你有被骗吗？哼，想骗我哪有那么简单呐？也是啦，因为你也不单纯啊。哎，说的什么话？开玩笑的啦。哎，热依娜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你那么容易被骗啊，千万不要上当哦。我很好骗吗？超，明芳你说的对了，最近那个诈骗集团那么多，电话那么多，你千万别接电话。Q 不用担心啦。不，因为我已经答应过你妈妈要好好的照顾你，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险。最近有电话的话就我们接，你千万别接啊。小干鸟，那我来接。你也不能接。为什么我也不能接？慧玉，我比你聪明，我如果被骗，你也逃不过啦。错，反正你们两个都不准给我接电话，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子了哈，这是规定。小乐，这阵来你家添花冇？加天花，唔着天花快提嘿。唔免啦，嘿，有条事情哦，较唔方便，提点好讲啦。哦，我知咧，如果乱买东西的错冇？唔免啦，我去外只朋友联络一下，冇乱讲啦。好啦，讲笑啦，去家用啦。好。请问唐先生在吗？唐晨风。他在开会啊？好吧。哦，我是。麻烦你跟他说我是瑞一。对，这样他就知道了。跟我联络啊？好啊。晚上比较方便。对，很晚的晚上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小乐，你要做乜嘅啊？我嚇到捱啦！哎，菲歐啊，啊？
做嘛爱看试卡的水银啊？无啊，有啊，无啦，你刚刚就按用讲的啊？唔通唔错的啦。无啊，有按用讲。哦，我迄个，我迄水银同志。啊，做按钮啦，好，做按钮啊，小乐你按摩下咯，你做题按摩下，我先做去啊，按着谁啊？按着谁？朋友，看嘛东西用安听了。哦，无啦，就田一呢，三逢。三逢。嘿啦。屏蔽了田一，文言。我甲田同你下吃到童年咩？童年。系啦，来问啊。跟你家族啊，虽然去相亲的事情，有冇人发现到嘛？冇啊。哦，最好啦。阿言哦，上个唔掂嘛判法，还不我赌到好马记哈。莫按用讲啦，阿兰姨，其实哦，我要感车记的。感车记？做嘛感车记？因为啊，继续说来，真经迄套导好的对象呢，可见来哦，有机会发展哦。阿娘娘呐，虽然让我交代啊，做嘛要留去交代啊？佮惊没亲本记的对象啊，虽然又无想要结婚。无按急啦，佮对象的唔好就唔是急啊。不过，跟汤阿勇讲，佮对象冲一好用的啊。哦，阎王冲你的老公啊！谁抢他老公啊？哪个狐狸精？没有啦，聊天啦，在讲补习班的新闻啦。那新闻还有后续哦？不会吧？现在是没有其他新闻哦。应该是啦。错了，头家安排内容对吹等啊。好啦，我们改天再聊。好。慧玉，你没事吧？你脸色很差哎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帮你检查。哦，没有啊，我很好，我很好。没事，我很好。你这样说没事，肯定有事。小乐。小乐，要用诶，哪来嘅？你看，要再用诶，当电影上吼，俺细细时节就懂学按太在用诶做电脑，卡哇伊。俺系模拟要用诶，系乜人送嘅？按我做嘛啦？俺冇对按呐。鸦片。抢老爱两三天天，唔系我爱，系我记嘿。小乐排泄，俺以后结通啊。结通嘛该啊，冇问题啊。小乐，俺求你啦，日日老爱讲，到底系乜人做你嘅，系死赖嘅啊？俺真冇人讲诶，你出去啦，对啦。小乐，最后提醒，不能白枪枪诶，出去啦。这万年，系万年，到底系万年？
欢迎，记得关手机哈，几片哈。哎，几片哈，是这。阿你说啊？好问题啊，干嘛？我有一件动重要嘅事情问问。动葱药啊？哦，平常时我做地嘅无拿葱药嘅，嗰动葱摸啊。唔做，用啊？坚持。哦，摸，做到手动痛咧。有用。有一再用。用啊？哎呦，当今冇看到佢嘅咧，咩台湾会用啊？好多特色东西啊。哦，阿你说，莫乱讲嘅啦，讲嘅係玩具熊。玩具熊，谁来送嘅？哦，唔讲啊，不卡起咋？哎呀，係谁来送嘅啊？样啊吓？係萬言送嘅。萬言送嘅，藝廠唐人講嘅萬言送嘅，藝廠唐人講嘅天天啊。唔怕，唔點啊嘅，全咗人嚟講。唔好問問你。唔驚講啦，你說我硬你起錯唔係啦。好啦，公主講嘅，做嘛太搞到按關心啲啊，嗬。太搞都地咧。係啊，我啲嘢都啲嘢啊。改啲嘢都地咧，我竟然就係唔改啲嘅年輕喎。咁啲嘢冇相干啦，因為冇相關哦。阿人說你格老愛講啦。好啦，做幾多年啦？嗬，當波啦，當電下，當輪搖。佢變較雜咧，我當搖後，條件當好，大家都當好。紅邊啊，娘啊！紅邊啊，娘啊！條件按好，天數就冇公平咧。我會用蠻好嘅賺。唔好老媽人賺。阿叔啊，当时在鬼吼鬼叫。又要文兵啊？他怎么了？他好像喜欢上慧玉呢。怎么可能？他追我没追到之后，不就喜欢小乐了吗？他哪时候追过你？啊，我更正一下，他神不知鬼不觉的追我没追到之后呢，就把目标放在了小乐身上。他现在怎么又变成慧玉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说他去跟那个慧玉相亲的对象竞争了。哈，怎么差那么多？这个慧玉跟小乐是两种不一样的型呢。哎呦，淑慧，基本上男人啊是杂食性动物啊，他们什么都吃不挑的啊，所以类型不重要啊。还有叔啊，会不会是因为文敏哥被小乐拒绝了太久，所以才改变目标？有可能哦。加上那个慧玉去相亲，让他产生了迫切的危机感。有可能哦，所以他不得不立刻采取行动。就会按钮。就会按钮。操！给骗人送你嘅，你就拿转去啦。做唔得，我大摆看到佢，就知道佢驚險啊！媽啊，係就背叛朋友嘅人。哪有暗用的事情啦？有，係搶係水賢嘅老公，佢就同先生，本來係水賢嘅好對象，不過我竟然想留佢變做癌嘅，太卑鄙嘅！我係一隻狐狸精。睇佢去，佢有冇去？我會啲佢中意幾隻用先生啊？童先生。哦，錯啦，我會啲雖然會中意嘅童先生啊。唔得，大三你看到佢哦，天生會中意佢。佢係一隻幽默風趣、瀟灑、溫柔體貼。
是条件暗好，做嘛还会去相亲啊？无听错，出去第定来啊！等下哈，菲欧啊，两三早天摆见面，无嘛说，莫老记上会太好啦。错啊，张见一摆面，你用会伫吹风用的人啊？哎呦，你的嘛个做唔ดี啦？好啦，莫老师形象的暗洋葱，你喺吃到排泄，就老水银老师讲啊。我唔敢啦，我讲起无谅解。两三人感情就当好，有嘛个事情，迄两三人做唔得讲的啊。你就转去老记老师讲就好的啦。好啦，爱吃烤喏。菲欧，佢真经爱本爱的。希望好好照顾佢。我会。按这些，我先转去的。文彪，你用啉到暗用啊？莫答我啦！你横刀夺爱迄物解无？唔迄个。中意嘅人，本你硬死抢走。你也仲痛无？我唔敢想哦。也仲痛，就像刀的鞘心管，就像幻天老树变到腐胎地都跌倒，就像死里会拔给屁股毛的，又拔不出来。我才够讲的啦。错，莫再我讲的，来啉。来，啉，唔怕，啉。好，爽快，来坐定，来紧啊！来，来紧，走，走。走过来，走，走。出门的时候就看到，我以为会议只是比较早起，没想到。那文彪昨晚加点公事哦。什么公事啊？追求惠玉啊！你们不知道哦。他受到惠玉要去相亲这件事的打击，昨天就快要崩溃了哦。那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啊？对呀，文敏不是一直喜欢小乐的吗？那
小乐怎么办？交接一下就好了啦。交接什么啦？他喜欢实现他的自由，关我什么事啊？这回怎么改啊？那怎样？小乐，呀，看到嘅全球唔系神的啊！狼也给撕裂做埋啦！哎，你怎么见一个爱一个啊？刚刚还抱着慧玉，现在看到小乐就后悔了。对啊，男人要有肩膀哦，揽着我们会议一个晚上，天公就扎唔敌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要两个，那来我们俩差点就好，我们走了。真紧啊！你19岁做得做马喏。19岁做得做的事情，涵盖度。结婚。到底迄样诶？唔爱讲啊，我紧叫。慧玉，恁开亲阮病，阮病又甲恁欺负嘛？唔免啦，拄拄吼，我哋2-3年心情做唔好，啉较多茶话，啉啊，就衰退咧啦。唉，莫是就好咧。下摆哦，莫是按到酒，对冇？来滴。哎，俺爱迄个好姊妹，迄他们无亲爱公事，去亲阮病，亲阮病又较读书，敢爱晓？哎呦，我只会知道对你懂歹势啊！爱，歹势，很勇气啊！啊，总爱唱伢老公啦，冲不？就记着，人爱跟我相情的西来。把事都无一撇，嘛跟老公想太多。跳干了，我迄阵运动故意唔去啊！记着西来哦，迄水英家妹，老水英前面好对象，我上个落去抢过来，我做一场狐狸精。哦，莫上暗多，狐狸精哦，含迄有条件限制。跳干了。好啦，讲笑的啦。慧玉，讲笑的啦，迄天爱开吼，爱是酒饭戏啊，迄若头顺续甲鬼突战吼，爱偏一走抢迄些。你到西来条件多好呢？条件好，敢爱有乜个关系啊？爱吼，也系甲爱的事业打拼起来，当一个女强人，是要使开真大，天天后面顶。股票上市，咱是要使坐飞机开土滚娘娘。啊，还有啦，还可以去试试我的美发王国。头脑无见到安样哦，含美发王国。救命！莫讲爱撩开啦。好啦。慧玉，迄若真紧吼，酒家己家己坚持的吼，交往看看啊，该无要紧。系啊，对逢人暗好啊，唔就老记讲是法啦，就讲哦，迄阿英诶，来想伫迄种人，迄安都嘛个命啊。爱求你讲我唔错。喂，我们这美容院，请问你哪位啊？你要找那个上次跟你见面那个瑞英是不是？有，他在，等等啊，唐先生。喂，今天晚上吗？
下哎。有时间。哦，好，晚上。好，拜拜。基勇啊！基勇来啦！好嘞，阿英啊，去菲奥去买剂量较强嘅sản婦，冇聽錯，約菲奧正式開始了。靠你做多干，就200哦。有干你哦。我要，我叫妹妹大小姑啊！耶，阿妹嘞，我还没个事啊！嘿哦，阿飛喲，今晚哪有跳舞啊？我同事生意來約飛啊！冇再個講的啦。啊，樣啊哈，香草的。哦，佢進出當家啊，張可是香草的。唔咩啦。唔咩？啊，網上佢點你唔咩阿水言就唔中意嘅。有冇攞佢講嘅啦？我攞佢講嘅，點樣啊？做幾隻唐先生，唔係幾隻唐先生。啊？佢有兩個唐先生啊？給你來相親哦，係阿哥，所以幾隻你又好又嚴導又有禮貌幾隻。唔過佢結婚呢？乜雞啊？佢結婚啊，還做去相親啊？還有數過冇哦？冇個別先看呢？你窮啥？佢咩冇咁冇殺啦？都行露台都唔得來。行咩？做白記來啊！哦，網上記啦，雖然係咁樣，咩唔想結婚啊？唔咩啦，係給你的哦，行露台睇派出所，你走唔得。派出所，因咩喺科技公司做事，那叫要變警察嚟？佢唔咩警察，係因為哦，佢嘅賭博網站，我哋做起嘅啦。賭博網站？哦，不是講嘅科技公司做做呢行嘅啊！賭博網站。係要啊，係做人家講，佢警察哦，我去做佢嘅時間，我去拿假天哦，就看到哦，佢有毒品啊。毒品？係啊，佢做大警察嚟。哎呦！姑嫂，佢做走唔得啦。走唔得啦！我看佢啊，唔係走唔得，天天啊，都是哦，佢做走唔得咯，大警察毒品，哎呦，我先做呢哦。我要那个咖啡 double 奶精 double 糖 double， 我要怎么按？那就买2杯啊。阿水，身材很好呢，好像年轻人一样，保养得很得意呢。再轻一点没关系。你看小番姐，是不是一脸皱纹的呢？哇，哎，真的耶！哪个呀？唔来转好。小凡讲给遐丑啊！天某店穿某嘛该钱啊，那还做生意呀？夜帶來兩體歌曲，萬搖年初兩三來去天馬。看當時你冇嘅風景，以為冇少一道對面嘅新婚姻，總會講你一笑打招呼。
该送本人，总袂强伊接受打招呼。对面该送本人。